各位早晨，歡迎收睇呢一節天氣，我係蔡子順。一股偏南氣流啊，今日係會繼續影響住廣東沿岸地區。咁睇翻朝早嘅時候，由中環望出維港兩岸，可以見到天上面嘅雲暫時都係多啲。原來喺衛星影像咧，可以睇到有一道廣闊嘅雲帶咧覆蓋住廣東地區。而同一時間咧，我哋喺雷達影像咧就可以睇到，其實喺廣東地區咧唔少地方都有啲雨區發展㗎。不過好彩咧，暫時較強嘅雨區主要集中咗喺廣東嘅西面沿岸啦，或者係一啲內陸嘅地區。咁香港附近嘅雨勢咧，暫時未咁大。不過大家如果要外出嘅話，記住都係帶翻把遮穩陣啲啦。而氣温方面，去到朝早嘅6點鐘，見到香港各區嘅氣温大部分咧都喺26、7度左右。我哋預計香港今日嘅天氣將會係大致多雲，有幾陣驟雨，而初時咧局部地區有雷暴。日間係短暫時間有陽光同炎熱，最高氣温咧大約喺31度。風方面咧會吹住輕微至到和緩嘅偏南風。咁嚟緊幾日咧預計天氣變化都唔係咁大啦。有一啲電腦嘅預測圖啦可以睇到，未來嘅幾日啊廣東沿岸咧附近都係間中有啲驟雨，所以我哋展望咧未來嘅幾日會係有幾陣驟雨，而且咧會係短暫時間有陽光同埋炎熱。一節天氣講到呢度，下次再見。